詳細檢查，完成初步檢查及處理所有危險嘅傷勢後，急救員應由頭至腳為傷病者再作詳細檢查。頭部，小心檢查頭皮上可能有嘅傷口或者腫脹。耳朵，檢查耳朵有否流出血液或清澈嘅液體。眼睛，檢查眼眶四周有冇瘀痕，測試及比較兩眼瞳孔大細及對光嘅反應。鼻，檢查鼻梁有否變形。口腔，檢查口腔及氣道有否受阻塞。面部，檢查及觀察面部皮膚顏色、溫度及狀態。頸部，解鬆束縛衣物，小心從頭顱底開始檢查頸椎，觀察腫脹、觸痛或變形，氣管嘅位置是否置中。胸部，觀察傷病者有否呼吸困難，左右兩邊胸部嘅擴張是否一致，檢查肋骨架有否唔規則同埋觸痛嘅情況。肩部及鎖骨，檢查肩部及鎖骨有否變形、腫脹及觸痛。腹部，檢查腹部有否瘀腫或傷口。髖部及盆骨，輕按盆骨，檢查有否骨折嘅症狀。下肢，檢查下肢有否出血、腫脹、變形及觸痛。檢查雙肢嘅感覺及腳趾甲嘅顏色。檢查脈搏及血液循環。上肢，檢查上肢有否出血、腫脹、變形及觸痛。檢查手腕嘅脈搏及指甲嘅顏色。背部，檢查有否外傷出血、瘀腫及觸痛。如懷疑傷病者有脊椎受傷，應避免移動其背部。